哎呀呀，各位聽眾歡迎咯人，各在對嚟邊嚟學見嘅節目，你唔白是咪咕？歡迎各位對嚟邊嚟學見嘅節目，這個禮拜呢，我人真正老咗，人哋真濟物件，要教你人講，人哋我人嘅慶祝10年嘅 anniversary 嘅 show 會出啊，會到啲邊嚟嘅 show 會來了，我個 excited 哦，攏緊張哦。哎呦，哇！這真係我未打，我真緊張什麼嘢？我個節目冇做過，我個輪頭殼都冇聽，但係之前起來時候對個節目冇做。按照我特擺講買做播行嘅好，本是做個這行。做個節目呢？係啦，我講聽咩？一打我買做播行嘅就。聽就聲。做播行嘅 ，OK，咱嚟介紹我大白嘅變成浪聽到咧，聲咧就是我老早真久無對來了，南西歡迎南西 ，Hello， 南西歡迎，了個有浪聽到豆嘅，歡迎豆嘅。我一拍都有啊，看這個咩名啊？呀，你個我先要放個聽下。有冇？你點呀？你冇 accidentally delete 佢啊？冇啊，我動咗嘛，我佢動腰是放開到個詞咁啦。你我條電台喂。哦，哇，真係嘅啊，佢打鼾啊。是咯。แล้วก็等陣我個有老趙好屌，歡迎好屌啲搞拍廣告。真係冇聲。我會幫講，我唔敢出聲。哦 ，OK， 你用你人嘅面嘅你手嚟表演好我哋啊。嚇，對，做你買咪嚟啦，poster 我哋哦，所以你感謝啊！แล้วก็即係招到對嚟參加嘅人嘅西湖，唔是西湖。福建，歡迎福建。Hello，大家好。我有去上班啊，唔知有啲小話嚟隨到哈。會使。แล้วก็叫做 Happy 嗰啲哦，是咁啊。Happy 冇應該。咁啊福建啊啦，歡迎。แล้วก็到啲台灣去日本嘅日本鏡，歡迎日本鏡。Hello，大家好，愛坤呀。愛坤呀。你當我聽哦。有冇簽證啊嘛？聽你冇啉酒是嘛？哦，啉酒嘛，波啊，嚟講你 secret 出嚟。冇啦。你對嚟哦。OK，我未對啊，我等你。嚟我看你係朋友，你看係朋友。哇，一個咧妹，一個咧。你話，我諗未去看日本航景啦，特別去 YouTube 會看。OK？またお客様です。お客様です。你卡吉阿咪様です啊？卡吉是像嘅啊？你講卡吉様です。様？你像我嚟講冇稱卡吉様です啦。我嚟有 guest 呢邊係着邊啊，我照熱哦。OK 啦，所以我瞄嘢。OK，แล้ว當今一個แต่ปากแกเป็น阿หมอ歡迎。大家好啊。你當今得咯。我邊呢？哇！拍檔嘅 Armenian Street。Armenian Street 叫咩嘅？拍檔嘅。拍檔嘅啊，檔啊。是拍咗嘅啊，拍。我別記啦，應該是拍，這邊應該是拍咗嘅啊，拍照啊。拍照嘅，哇！你嗰邊有一陣咧嗬？你去嗰邊兩個月咧。哇！我希望我對於參見到你，我希望。我會啊。你日等。我拜三都走啦。特別你唔知我19會19節19號嗰堆嚟。我再嚟啦。OK。我見阿啲話講福建冇可能，因為我會啲講了，講華語。愛講了。講嘅一樣福建話接用嘅了啊！係啊。特別去拍油啊！特別拍福建油。嗰一個有見你啊，老字吧。
佢真係老蕉啊，哈，老一時老難怕。阿德，歡迎阿德。Hello 大家好，阿 John 家你呢？歡迎。干的啊！阿德唔捌用過這 Google Plus 一個老人啊，看未到，大未到。哦，咩個唔係用我哋估啊，你看老咩一幫。哦，誒，對個好聊啊，個裝係對喎。誒，八字都俾上係裝咗咯，會曉啊，當見。搞啊！係啦，了解了喲。誒，我講聽下到，你特別參與人較濟，參與較濟嚇，你隔壁老毛啊，老人啊。係咪自己講咩？一驚聽冇半行啦，咩驚你差啦？唔，阿德我講，你特別來參與較濟，啊，無你老毛老人。咩老毛，全部一個一定嚟。好啊好啊好。你個右邊來啊，右邊歡迎右邊。右邊呢度得咯。右邊呢邊嘅介紹。阿俊。喂，呢度得咯。Hello live wedding 啊！哦，只教影啊，這是只特別講教影啊，是只咩教影？人教員啊！特別講嘅，是得咯，我看水啊，喂，我看，個未看到，個未看到。哦，那只到。hotel 嘅咯，冇特別講，我冇去特別講。哦，哇，你濟人咯嚇！誒，我講聽啦，頂到來叫我講我安尼濟年啊，無遐只條教影嚇，一頭啊，我對佢咪是去支請只教影咯。即個誒唔使講啊，佢哋教影啊，有時候我咧細個有啊嘛，個坐起另外就要卡只教影，我睇只攞對教影啊，笑哦。食胡翅。啊，唔知有胡翅啦。食豬頸，食胡翅。唔知行政咁真係唔知啦嚇。話你較濟胡翅用咩 replace 啊？用當薰。迄個胡椒點解？哦，哈，對，唔係隻胡翅嘛，胡翅汁啊嘛。胡椒咧就是燕窩咯，迄個燕窩啊。NO。NO 迄個來 replace 啊。誒，人聽到嘅時講 NO 嘅時候，來右邊出啊。青椒唔來定是青椒？啊，點解青椒冇來啊？唔知我問我嘛，得啊。啊，你問佢。啊，哇，隻狗影啊，到底得咯？這是邊兩個？哎，那星期天哦。係咪學到？右邊。你唔使聽條人哦。啊，真係右邊呢度對得係咪學到？我聽下啲我。係你 Rainbow Paradise 咯，我哋厝呢邊嘅。哦，我係厝嘅啊。哦，我係買厝嗰邊。Rainbow 係你。哦。淡中獨江呢邊啊？講Rainbow Paradise 差唔多。Crown Prince 啊，定當 Crown Prince。哦，定當 Crown Prince 係搞對面。係搞對面有邊時？未記啊。哦 ，Paradise 我知，我講聽只講數 Paradise 誒，伊是安尼斜去嚇。我知，斜去，伊頂頭係一朋友啊，到底對面嘅嘛。แล้ว係咪你後面出嚟猜我冇講過啊？你告訴我一世人告訴佢就係，แล้ว伊過去伊學到冇個開始嘛是行過去學到成個去看咯，แล้ว看到一間房間伊開掉，每一時候行入去，行入去一後內面就一人啲困掉到啲名稱，恐怖。OK，右邊瞄你咪啊，只人。瞄掉，我聽未到。喏，咁多啲濟人嘅。伊啲只車了，只狗影。OK。哦，只車啊。OK，瞄掉。聽成個行業你安尼濟人仲要嚟過年幾百人。你聽到你少聽人㗎啦，你聽到。OK，嚟，咱嚟接嚟話題啊。人啊。嚟話題。
啊無，等陣入邊後邊咱 start 時候，別 start 時，咱特別講下咱嘅gathering，到底邊個嘅1月3號，邊個8月希望咱大人一出來看，我人有特別，你若是趁來就趁一特別嘅物件就是有人啲甲我即個男啲甲我做掉，即特別物件，咱特別有來夠趁哈，咱無來咧就唔通對心肝哈，或者是啊。我เราจะไปใจฮ่า有來有趁，無來未大漢。ฮ่าเดียว有來有趁，無來無趁，我咪未大漢呀，阿龍，阿龍不啦，阿多，原主叫你邊咪個老哦，差幾，我時候差唔多咁都想緊你這年啊嘛，阿多，你係想起咱有一咩事嗬，咱到底。唔知 Skype 還是大陸人哋拍殼啊！講你12歲時候都叫。是咯，講埋佢一嚟笑咩？你笑咩啊？你笑話咩？笑咩啊？是我未記啊，我特別去吹過。過。有冇自己字？有一個有一個。好教。哦，山虎教都無人知。嚇！山虎教都無人知。山虎教都無人知。我我知你幾年啊？你見人借條拍殼，講個即係格特布魯，唔是格特布魯再不來，格特布魯個都對話嘛，到底邊嘅？即係阿頭擺做不來咗，阿多。有格特布魯嘛都要揸佢字，都你嘛到public bank 係啦，少少。我諗所以變咗件事你一隻喺度拎啊。阿頭擺做都最見過㗎，阿頭擺做講條話。冇啦 ，Facebook chatting 嘅咯。哦，因為我係咪嘛，我對希望要做我係小學嘅 gathering 嘛。哦。我就係攞飛機嘅直接到 gathering。Hello。喂，今日個真玻璃嘛，我俾掉把啦。誒，就是呢，夠急嗰時你驚嘛？是啊，你啊 ，hello。急時候驚，本時啊，你出嚟。是啦，那是講你驚冇夠急時啦，咁都特冇煩惱啊。OK， แล้วโอเคทำไม講咩啊？一半講到對12歲時候對。OK， แล้วลองไปใจ我上面咧，後ลอง就會1月3號先就會來，แล้วก็加林波咧講者哦。係。嚟，嗱細嚟報告。如果係食個嗰邊嘅。會使啊，你幾時啊？我看我係日子咯。我看你電視影啦嘛。我 weekend 我 weekend already full 了。weekend already full weekdays 嚟哦。weekend 啊 ，weekday 我 OK 啊，我英文嘛。weekdays 應該有咯。weekday 人免他車官嘛。before Christmas 是。before Christmas。邊兩個安排咯？等下個安排。OK。個有。KL 嚟講 KL。KL 是啲7號。右邊 please mute 你咪就落入邊嘅 crowd 先就當時，對呀，我冇睇你啊，我講啊，我冇睇你啊，佢出嚟啊。KL 嚟聽 KL 嘅，嗱格鬥嘅都未嚟啊。啲17號，啲即係bandar putri 附中嘅，喺你 Starbucks 飲。隻巴加嚟啊！隻巴加嚟啊！阿冇攞念過 pipa 哈？念過 pipa 呢啊？嗰時念第巴。你是啲咪當？bandar putri kena hotel area。你所以我講掉啦。sorry。啲 The Cube 嗰邊㗎，迄個 area 是叫 The Cube，Cube 是 CUBE The Cube。然後伊即個 Starbucks 啊是 Independence building 嚟，伊家己一個 building 嚟。So 多驚嘅。我未記是2站，嗰是3站咧，我看到上一層嗰是3站嘅。something 3站咯，呢嗰邊是麥當勞本是3站嘅，所以伊是成間bungalow啊，你可能。我冇食物件，我係使佢去麥當勞食啊，過來啊。所以是1點下晡17號拜六嚟。1點下晡，OK。1點下晡拜六12月17號，那時候我要去吉隆坡嚟講，就去嗰邊。講嘅bandar putri嗰邊㗎。
特別伊唔是 Citibank， 唔是 Giant 迄邊㗎，伊是直直去 after 迄個 Columbia Hospital 邊啊。哦，我知影，我有去啊。我捌去過 Columbia Hospital， 我知影。葡萄牙來哦，葡萄牙。就知啊，隨 Columbia Hospital 就知，就是上條路。按照我有去啊。按照葡萄牙的久無來啊。葡萄牙啊？你係葡萄牙啊？你阿 John？就是我想念咪。為咗弄下資料。啊？我想念葡萄牙，你久無甲伊講就話。你個招咪嘛，咁冇？啊，對，我知咪嘛。按照葡萄牙知咪啊，實驚係唔敢來啊。冇啦。你打機來去啊？人有線電話。嚇？搞到聲。哦，6 Plus 有人。啊，這個無來6 Plus 啊？是啦，我有應該是無應掛。你無 reply 我個。我係咪來？你講下緊講。係咪嘅？喂，佢係咪來？我去。哦，愛青子。逼伊來。我特接 WhatsApp 逼甲伊來。青子100%。就係愛青子。你特別啲念。但啲念呀。有驚是咪做阿 PJ 定是有驚？係咩事？你做阿 PJ 是唔是？啊。係啊，你來 join 你人冇？會使啦，特登貴啊邊嘅，我就到咯啊，你 Q。哦，你唔是到底上班咩？你講？冇啦，我係 home down 是上班。哦，OK，我大家人幫佢嘟嚕啦。你如果1月3號你來哦？1月3應該有啦。哇！我嘅老早，我嘅希望滿大200、300人啊，幾好事。到時你使廿一個 back 讓 donate 類學路嘛，讓捐錢好咯。我能有叫 donation， 特別 donation 唔是地類好啊，地類是地類是咩？我是講我能搬類下是有一隻 portion 好，讓嚟唱歌人咯，你表演唱歌人，了加好即係所在位咯，了我能嗰隻阿龍啊，阿龍冇對啊。我 KL 會使教學路呐。哎呀，你冇來乜地咩？好咯，不要緊啊。哎喲，一個線咪好啦。哎呀，免係你學話題。哇！結交英啊，我都講啊，結交英放 Facebook 大烏個啊，哇，你馬數搏嘅。哎，都笑我一直搏嘅咯。你咪教學你咯青子愛來嘛？希望一個月來啦。青子唔 reply 我唔會嗰啲。青子希望你來。OK。我有冇睇到是青子那個有場 event 呢？and then 英國中國唔知有some event on today 是唔是？哦，有 event 呀。哇！英國中國真係冇嚟喂。是哦，英國中。英國中啊，啷個下個節目冇就係你下個節目嗰陣時就啲本嚟做嘅嘛。啊，是啦。係咯，或者等架先先夠聽聽聲咯嚇。可能唔易啊，吧咯。小兩個中啊。OK，然後等陣喂，OK， เราอีกที12月27號1點播到第8鐘嘅 The Cube 咖啡車Starbucks 嘅咖啡車。咖啡車。星客吧。係咪星係咪打？星客吧。星客打是華語嘅 Starbucks 啊。華語啊 ，Starbucks 啊，星客吧。哦，客吧啊，客吧唔是星客吧是客係咪客？客吧。星客吧是吧係吧啦。星巴克。是迄個吧是迄個。星巴克係。我聽我嘅 China 朋友人講星巴克啊。唔是星巴克。星客吧。星巴克嘅成個 Starbucks 嘛。是啊是哦。星巴克。咱當今啊，我感覺成個是咱嘅 reunion 嚟講，咱都冇講到咱話題過。阿 John，你睇下我特別有我。
我唔是拗到特別冇接掉啊！根本就冇講成日講諗咪去除妹妹娃娃啦，你諗咪去或者我就巴變咗，嗱就係去巴海我就變咗啊！睇下幫人整起嘅梅頭整一下，未接每時講夾去鋪攞到堆去就。冇接幾棟。扮喎，扮一個拍殼啫。係啦，白見啊，變咗學人仔仔啦。我講聽，等陣，B 豬啊，B 豬俾嚟。邊啲學人嘅都拎超過啊 ，B 豬 confirm 嚟啊咩？confirm 了。good。哎呦，特別啊，這人那個我冇想啊咧，我買邊啲嘢一電門佢嗱傾嚟超啊，我買邊啲嘢啊，你啦你嚟當崩啊，冇嚟超，就留咗。OK，咱要接話第一位開門一位。佢啊，佢有切佢妹歡迎嚟邊啊！特別要緊特別嚟啊，慶祝啊！我頭先念到你而家等。即係禮拜我第一時咪講，阿公嘅阿媽，阿公阿媽，嚟，安怎做工嘅感覺是安怎阿德？送個地球隊啊！阿德你而家做工嘅咩？哇，nampak ke sikit. Atau apa cokong kau? Cokong apa ya? Lu apa cokong kau? Si cokong kau? 做工嘅啦。你而家cokong啊？OK，嚟講啊。係啦。按照你頭一擺做阿公嘅感覺係安怎？你會想講，你唔是講真老嗎？可以嘛，順手啊。冇啦，你唔是講人看到你，人我冇未想講。老，我20年啊30加 FD。30嘅，30不，老實講，因為你老嚟講，你好係你人看起來你冇感覺老嘛，所以你人冇看起來冇啦。是啊，會看啊，會看冇老啦。冇啦，目睭那是冚掉，是嘛是冇咧，是都冇老。會看十倍咯，頭前看表熱咯。10倍比10倍都在哦，到頭兵啊！我就看到哇，看到你 angle 啦，看到你 angle 啦，都嚟看我頭前冇我咪表熱咯。哎呀，跟攞嚟林波咪個球。冇買啊！啊！我叫阿公，阿公，邊個嚟先？阿爸阿公。安怎講下你頭擺做工嘅感覺？感覺點安怎？感覺 because 都冇鬧嘛，對有人講嘅時候，阿公是鬧嘅嘛。哈！你成個冇咩限啊？冇咩感覺，我成日都冇人鬧過，你邊人講嘅？你做阿公就久啊3年。哦，3年啊，即是你大漢嘅啊？冇啦，走啊！我走啊！大走啊！我大走啊！แล้ว你成日一叫你阿公啊，有時你會成日講，哎呦錯啫！我頭先聽到是，盡者都叫我成把你動。盡者叫個三把你動啦，叫啦，嗰度叫你手機簽我就我手機咁嚟講日度啦。也都那是杜小骨啦，講也 plier。即係有嘢。嚇，係咪到？古早人講過啊，你未記啊咩？古早係人成行嘅數字啊，走住就會日度嘅，然後睇咧慢慢搖出嚟，未記啊咩？咩？古早係事。我冇講過，住人講啊，日度嘅。調控嘛，都對日度嘅出嚟。哎呦呦！哎呦，你有時都唔能夠對着聽。對着入嚟應該都發生嘅啦。而咧榴蓮教材嘛未聽，榴蓮教，你叫榴蓮教呢？你啦，當叫咩影啊口呗？咪叫 cleaner 數，數出嚟啊！數出嚟啊！叫一個講，嚟啦，叫住，啊叫住執掉重心嚟講數。唔，thank you，咪。哎呦，你未後邊啊？你冇後邊啊？鬥嘢嘅呢個鬥嘢。啊，叫鬥幾數？有鬥幾？
嚇，就大嘅數。大家入嚟咁 clean 得傻嘢啦。哎呦！等佢咧叫到，我問啦，你去扶羅咧阿伯。係啦，啊，是啦，叮，咱老人問啊，咱問少年人學少年人，你誒講阿媽有咩故事啊？趣味啊，講阿媽嘅故事。有時較特別，講老人講布蘭達就好潮嘅嘛，唔係咩？講咩？布蘭達。布蘭達係你buat你roti 嘅布蘭達。buat roti lah yang tak tahu台嘛叫白蘭帕啊。叫咩？白蘭帕。破蘭帕。講句南西講句。白蘭帕。白蘭帕。白蘭帕。阿公阿媽等我想嚇，誒即係咩？講嘅即係阿公阿媽哦，有一個故事啊，嚇，咱邊頂嘛是有獨落公巴嘅對，嚇，咱同人是叫公巴嘛對，所以就一個故事，就問佢講笑啦，但係最呢是無嘢，咱真係叫公巴嘅，嚇。because 伊講一早是故事講伊爸甲伊查某做，所以囝生出來要叫咩？哎呦！歡迎阿當對來。你講咪叫咩？你講？對，咪咯，咪叫咩？對，講法對，個講啊唔法對，法唔對嘛。講法哦，好笑。講叫咩？我垃圾仔一人有一個佢先死嘅頭位咯，係咪？冇冰壁啊，攞冇冰壁咩？係咪冇冰壁？我後邊就驚冇冰壁咯，我逼啦。冇，OK，冇冰壁咯。等嚟講就係。潮㗎啦嘛，冇冰壁啊。邊應該就叫做個阿咩公巴，德魯公巴。德魯公巴嘛，你福建話就叫公巴。你會叫做講吧？你講安怎會叫講吧呢？因為就是因為安怎攞 frequency 嘅阿多係冇上啊，是講，就是講，那是伊個爸甲伊個查某啊，那是啲嚇正三擺啊生出來嘅囝啊，要叫伊爸叫做咩啊？伊個是伊個公，個是伊個爸嘛？你爸講吧哦，就是。反正你 get it 了。哇！阿當你特別對啦，較上啊，嗱，因為 frequency 冇咩丟了。冇咩對啦。嚇，冇咩丟。所以啊，我做咩冇咩 update？冇係，唔是冇咩 update，版呢唔是錄啊，版呢是伊人了。哦，你講啊 ？Hello。High speed 啊，錄。OK，來講個阿公嘅故事。阿當嘅75番係 Streamex 呢？係咩啊？阿當嘅75那是 Streamex 呢，所以冇聲，頭嘅，係咪？係咪？啊！我在看夢，你問，是咯，在看夢啊！頭嘅。今日練個 B 啊，射面咧，點知阿舊咧咪又去笑咧？特嘅，嗱，特嘅，叫咩激嚟？我看下。時間夠啊！嗱，特嘅。哎呦，誒，啷個問？啷擺即係直接甲我講嘅嘛？擺是豆嘅甲我講，讓話地走嘅嘛，叫我對買起鋪羅嘛，你其實自己叫起鋪羅，我妹即係阿嬷講佢你阿公阿媽嘅故事，是佢按照你講嘛？按照。我唔捌對過，我係講啊。哦，你捌對過你講。伊是無蝦米好嘅人啊！哦，伊是騙人嘅。哦，我聽人講啊，伊拄着我嘅媽。即是你爸白病還是媽病嘅？爸係迄病嘅，我唔知我係話講啊，我係話講我爸啊。嚇 ，OK，嚟講。我唔大講，我唔捌。嚇。我聽講，因為我嘅石真係少啊。哦。伊是
甲即種嘅較出名嘅50年來嘅婚機嘅票去上啊。然後因為有安尼款啊，有喺你寫安尼叫啊，伊就騙我嘅媽講伊是迄個家庭嘅人啊。所以伊就甲伊交尾了。伊淡薄無好啦，伊毋是講淡薄無好，真正無好啦。伊到我嘅爸10歲嘅時啊，伊就走了，伊有直接伊講伊走咯啊。伊講我出去買物件，伊就無對來。所以這是毋是5年啊。1950年1950年時，那古嘅時啦。即你媽的，你媽就講你爸你爸沒有過嘅。唔是講我係爸呀，有4個兄弟啦，四行人啦，所以我爸伊特別去迄個 orphanage 啊，囡仔經嘅迄邊，大落嚟，因為伊無法度，伊無辦法過㗎了。未過㗎了。你特別樣個，如果 still 有甲你爸邊嘅兄弟啊有聯絡啊？你爸有啊。OK。那伊兄弟冇當今無啦。特別讓無成講無去聯絡無去啦，特別。唔是，伊是鬥講嘅啦。按照講，伊已經老了，伊是25年前出世啊。伊是1890啊。1891年出世啊，伊是真係老啊。伊唔是拍迄個第二戰啊，伊是拍第一戰啊。拍戰頭知道，世界大戰頭知道。是啊。所以伊我唔捌啊，我話講本是想啊，我唔是講伊是想是歹人，伊是好人啊。但是伊本是。我5歲啦，頭一道做過伊啦。因為伊人是在英國啊。對。所以我唔捌啊，伊人來帶我人嘅厝啦。然後伊人講叫我做下面唔知啦，因為我管是聽爸母，特別無管是聽公媽啦。我哋講。你係咪人啊？叫我做物件啦！哇！你快死啊你！我唔知啦，我冇關係咯。冇關係，個大家講啊嘛，係數啦。你係咪人？了，我係講係我較識個我係外公是我係外公，我較識啦，而你我係來講到啲。拍戰嘅是日本兵拍死去咗，我爸爸都甲3歲呢時，所以我係爸唔捌，我爸本袂記我係伊嘅家己嘅爸是安怎款嘅，伊敢若會記小英爾，我係厝有一條嘅小英，我係講嘅小英是，我想到我講我就是想到佢一條小英咯。即其實啊，我係爸甲我人淡薄像啊，我係講嘅款啊，伊嘅面，淡薄咯，即係淡薄我係目睭就像。播啦，到啦。我個了唔知迄個講啊，我嘅媽啊，伊走了，伊學個了嘅小英就安怎講踢破去。踢破去啦，所以播啦。唔知講伊安怎款啊。Hello。你兩別人咧，別人有咩講咩告訴我，到嘅。我係阿泰咧。豆嘅，你講我問講實在，講平常時啦，成日平時講。Hello。講。我阿公教我阿媽咧。教阿公我阿媽咧是。豆嘅，冇聲氣。豆嘅講句。我阿公阿媽教我外公外媽咧是 from China 過來嘅。and then China 叫做咩嘅話？
見過我係太媽，我係媽得嗰邊係太媽。哦。當我是 around 12歲我啦。12歲，太媽，咱叫咩做媽係？咱是叫做媽係。那個是叫太媽本咯。做咯。做啦嚇。做咯嚇。Then 一個新加坡應該是 around 90幾歲。90幾歲。有你會記哦？我會記啊。你係？你係咪講？我係兩位阿公啊。我已經冇了。OK。見冇了。我係外公過身啊，我阿公過身。哦。我係記，我係媽就只厝邊，我係外媽啦，我係外媽是娘娘嚟嘛。แล้วเหรอเรื่องใจว่าต่อไปหลบภูกิหลบให้เหรอจะสิเขาเป็นโอไลน์ละอะไรว่ามา傳好啊嘛我講聽即是ภูกิหลบให้結果 MAS 冇หลบให้有事啦那我媽เหรอ是ต่อไปจะ搞拉大嘛所以我過去時我就成日看到掉咩啊 karma 你知話你我特別，我就是個喊伊嘛，我叫喊，我叫自己幫叫阿媽，我喺度爸，個老話爸打啦嘛，所以我細下嘅時我就就是個做人外媽嘅啫哦，人哋只厝邊嘛看到，你細個嘅掉，當然佢掉一掉啊，死啊，所以我係就是外媽係啦，娘娘媽，但我細漢我係講媽，村我係講一個咯。我係講誒，即係細人我講一特咩叫我人叫我唔是叫我人叫我去買特面可以，我這邊厝嗰邊有一單係哦，行去買可以特咩咋，買啊係一隻一喙兩喙你看啊，你喙你好話，然後我食真正濟年迄個伊個雲吞麵，因為雲吞你就無聊呀，一碗嘅麵，然後再攞粒嘅雲吞條，然後湯然後呢。菜有可能一條兩條呢，6撥呢。有陣唔是叫特麵嘅咩？特麵啊！特別是淡嘅啦，湯嘅一隻湯嘅。然後伊特咩嗌喎？伊特咩嗌喎？所以我特咩去買互伊就濟年咗，特咩去買互伊。แล้ว伊隻一喙下，แล้ว好啊。咁我會記到我係講，哈裝。你講你媽是娘娘是唔是？哈。我是福建人啊。哈，福建。你媽又講娘娘話。我媽冇講娘娘話，媽講檳城嘅福建話。所以冇講娘娘話啦，伊是檳城嘅娘娘啦，唔是馬來嘅娘娘。對，檳城嘅娘娘。對，你又講哦。穿沙龍哦，是唔是？要穿沙龍，穿伊嘅半長底衫咯。就告訴我阿祖是娘娘嘅。哈，特別是馬來嘅，是檳城嘅。伊是檳城嘅，特別特做厝咧穿沙龍嘅北上龜。我媽冇北上龜。伊北上龜，所以人家煮嘅咖喱啊，布蘭納干嘅物件個煮啊，龜啊。這是你媽外媽是嚟嗎？我係媽都會識，媽都會識叫外媽嚇外媽。我係外媽會識。你會記伊煮嘅物件？有嗰那裡功夫 recipe 有 pass 去我媽啦，所以我冇煮OK啦，會使啦。你冇去學起來？冇啦，特別係你龜嘅啦，冇學啦，龜紅殼啦，龜娘娘龜有紅殼做啊。好啦。你是喊啲話俾你講到知嚟啊！講嚟講去，講嚟講去。respect 啦，我講講媽就是半講就知啊。講媽咪是掉只。嚇，你係講媽只，喂講只搞豬鵝年，喂講是掉豬人啊嘛。哎呦！我講是掉豬人啊！哇，豬鵝年是伊個咧豬吧啊，個炸豬哇錢豬吧是只豬油只香嘅，咧是豬鵝年。好啦，我講啊豬嘅，好個就我魚我掉伊功夫。我係話講做邊啊？
啤酒啊，所以家己嘅啤酒啊，所以家己 wine 本啊。哇！你用係啲 blackberry 嚟做咧。blackberry，這是到底英國呀？對啊，英國啊，我一定解啊，我介意去班啊。班 blackberry。我講嘅時候。嚟你講時。我係講我外講咧，我成講外講先啦。我外講你麻麻嘅嘛。對，我係外講是，但係本家一間小學嘅校長嚟，係咯，伊是你麻嘅先生，係咯，你麻走到點子去一間小學加車，係唔是啊？我係外講變咗你麻當數去，係咯，特別我係外講，我應該有看過，特別我完全冇印象嘅，因為我一二歲點先一直過身嘅，我聽人講，聽我親戚，我伊甲舅講咧，我是。困伫我外公嘅身軀頂面嘅，伊是抱了我，甲我佚佗了，伊過身嘅。係咯，我嘅外媽咧是我毋捌看過，我外媽咧是伊誠早就過身嘅，伊毋講誠早啦，伫我還未出世前伊就過身嘅。係咯，伊過身咧，好是風險嘅，伊是無病無痛，風險過身嘅。所以我媽，因為我厝內我外公甲外媽有7個。囝兒啦，7個甲了，至少有8個，特別頭一個咧是完全人甲了人無感情嘅，因為頭一個出世無久就過身了嘅，所以接落來嘅7個咧甲了是唔知頭一個故事嘅，所以接落來本講嘅其實7兄弟姊妹啦，其實是有8個嘅，咁我媽是夾要第細漢嘅咯，特別我媽幾季節前40幾節前過身啊嘛，我媽是7個裏邊第細漢嘅，伊過身你點講咧？我係伊甲我舅就講，伊過身嘅款啊，聽我講了，甲我嘅外媽過身嘅款是相，伊白燈是相嘅。所以人驚講一個是一種嘅，按照講遺傳啊，人驚講一個是 inherited， 一個 inherit 我嘅媽過身嘅白燈有可能身體裏邊是有病咧，所以我舅甲我姨當然人特別去做 body check up 啦。伊是驚講有可能是 inherit 到 something 咧，我嘅媽過身嘅款，甲我媽過身嘅款是相嘅啫，都是借條咧行業冇去嘅啫。所以有可能你有賴病是我唔知嘅咯。你媽幾歲？係咯，我媽61年，我媽1952年出世，伊還未生這個，所以伊應該是62歲啦。加少年呀，伊無病無痛，本伊行險無嘢嘅。是唔是？係咯，我係嚟講嘅嚟媽都較有淡薄故事啦。因為我嚟講因為我是伊就是講甲我上一個家庭嘅嘛，所以我嚟講嚟媽甲我親啊。特別我嚟講是我完全冇拄過，我嚟講60年代就過身嘅。係咯，我嚟講有一個故事，我講出嚟 ，because 過咗幾年，因為嗰時比較緊啦。我接落嚟想講我嘅厝啦，我嘅媽啦，我就想講伊近日有。兩個大波囝嚟就，就是一個是我爸是細漢嘅咯，然後我一個伯咯，所以我就來想我樣是兩個兄弟嚟，因為一落來我媽冇甲我講這個故事嘅，到尾我甲想起我基地裏面個想起我媽有講幾淡薄，伊講有隻例啊，伊講咗隻物件啦，我甲就講原來伊講掉佢個故事，我聽特別散㗎啦，而家就伊應該是有4個囡仔嚟嘅就。伊4個囡仔咧，嗬，因為有2個咧是喺中國出世嘅，喺中國出世咧，拍正咁聲傳回來，傳回來佢後咧，嗬，我講伊狼狽，伊無工，伊可能盤頭路咧，伊無工做，後來我媽個破病個真係忝，那是50年代嘅事嗰度，伊破病個真係忝咗。後來我講無類飼囝，無類過磅嘛，無啲老群厝嚟，我媽啲老群厝嚟。後來我講咧，嗬，就俾佢死咗。伊要帶囡仔去跳海。喲！後來死一個去。喲！有一個是死去嘅，所以我應該是有一個伯是過身去嘅，我應該有一個伯是死去嘅。你攞咁樣做，我係知，按你款你講，應該是我媽過身過後較知咗。你我之前講晒你，我去中國做工嘛，我去中國讀8年嘛，對唔對？我去個下暝啦，佢我想講，阿無咱來找根咯，就是講 find the roots 啊，找根啊，麼找根咯。佢我媽個幫大個厝啦，伊教因嘅厝，我就意思咯，對唔對？佢出邊咗，走去看我媽教因嘅經咯。我唔係講佢就係古堡啦，因為中國發展嘅安尼樣嘛，對唔對？係咯，我就去。
我隨到地址度，唔知幾有時前整啦，80年代咁時，我媽燒到長皮度，迄個皮我媽幾錢過嚟咧？你時我燒咯，迄個皮哦，定個有寫地址，啲地址是真地條嘅地址啦，就是寫個連每擺不有嘅度。迄個地址咧，我聽我嘅媽之前講過，就是鄉下地址嘅啦。我咪對咗你地址。見每個當時咧，因為我冇識學照迄一帶嘅路嘛，我當時伊就替我吹掉迄個地址，吹到佢哋地包出來咗。然後我到規定嘅馬來西亞人嗰邊咧，特別去做工嘅，我儲備咯。因為我去中國冇久就，我去中國攞曬幾年，所以我就係咪叫俾 explore 嘛，對唔對？去一套嘛，去食巷咯，然後嘛去金邦食巷咯，去教一個後巷，真係等等，真係看過去咯。我咪坐 bus 啦。坐巴士佢換4丁嘅巴士佢超過垃圾咗，然後佢坐van 鏡啦，接到金邦那邊嘅路，咗你imagine當往期咁樣就講礦山呢度，礦山呢已經是真正污污嘅所在喺度。你 imagine 30年代點先，是唔是國家慘個？對，所以當今有 highway 往特別行兩3點鐘嘅路咗，伊古早舊嘅點先 from one 金邦到那個金邦啊嗬。我imagine 規山真麻煩嘅咗，係啦，我就去到一條金邦咯，對條地址我隨掉迄一個金邦咗。迄個金邦咧嗬，往自己內面咧往，唔知做咧往，你大講往去中國，你會驚講人卡路，驚講人老路路嘅，伊就再講話路南洋過來，外地過來，人卡路嚟，我很少啦，唔係講我拍成話啦，特別熟悉是往驚本啊，對唔對？我去到啲金邦裏邊咧，我咪去吹咯，伊好水唔水，好吹到已經吹咗。你真係在意地址啊？你隨到啲地址啊，成真係在意隨時。隨到地址，隨到你紅尾擺。隨到已經做咗，係我靠尾裏邊冇人咗，坑嘅咋，有地圖板坑嘅咋。有時但係貴個數都我會機票出邊咯，我會機票。幾條金邦是，我覺得幾條金邦是真係 peaceful 嘅 village，真係 peaceful 嘅金邦嘅咋。有人嘅金邦是有在咩在菜，上面啊成咗啲金邦。叫有時有飼雞啦，有在菜，即係金邦嚟嘅咋。真你去到嗰邊，你感覺到真係 peaceful 嘅咋。特別你學嗰邊，因為我去到咁些時冷天啦 ，winter 啦，真係冷啦，真係寒。我去到咧嗬。我哋喺你金邦位，我射嚟射去咯，我佢無人因為嘛，裏邊坑啊，看無人嘛，你每趟嗰粒冚嘅了嘛，我唔會幾表出邊講，讓再講幾表誒，幾個幾多落位哦，往上會吹用，幾表出邊人賣講就講我唔知，我唔捌嘅，我未曉。人講咩話？係啦冇啊？人講嗰時學潮話嚟，特別人我啊個菜對人講嘅物件啦，因近以後講學潮話啦，一年華語我未曉講嘅，因為。人無假設嗰時冇睇佢請人未曉嘅，所以人就會隨少年家嚟講咧，少年家嚟講，我唔知啦，我未曉啦，我唔知啦，臨走啦，咪做人啦。然後我就想就講，往呢邊土兩點鐘嘅嘢嗰陣，我咧冇人出來，未足話啊，我土兩點鐘啦，我講阿冇耍啦，諗去到對去島 area 去食飯啊，對冇去啦。係咯，交俾你嗬，我就想就講，咱你講。可來舊咗，咱會就好，咱I mean，往時有時候咪叫我冇講，就是我冇講往時候嘅人，所以金邦嘅人咧，嗬，伊唔係講我講話咗，伊直接講我唔捌啦，唔知啦，未曉啦，我代表我就冇辦法啦，講根本未走啦嘛，傻啦，咪見到根本走講，咪記得往有緣嘅時候，我就過嚟啦，往其實是馬來西亞過來嘅，往時人嘅親戚嚟，一聽到馬來西亞呢，伊就往等咗。我就再講個關係啊，咪。落咪走個，我叫村長嚟，佢都講話。哎呦，佢叫金。澎湖路啊，村長啊，澎湖路嚇，澎湖路伊講話攞單隻，澎湖路搭架車嚟，澎湖路搭架車嚟，澎湖路要笑佢，伊搭架車係啲笑嘅教育嘅人嚟，所以伊讀過冊，所以伊捌字，伊曉講話嘅人嚟，特別不是食 comedy 啦，然後伊就講嗬，攞馬來西亞嚟嘅時候，揸住聲啦，如果講馬來西亞嚟，機票出邊。無好在人嘅 whereabout 嘅，因聽講當時嚟對笑啊，嚟作亂嘅啫。因為我又唔知當時有關係啦，兩個關嘅情緣啊，兩個關嘅情緣啊，我都唔知講當時下面所在嚟嘅，對唔對？所以我淨係講馬來西亞呢，我就知啦。你知嘅口就是去馬來西亞嘅。係咯，一講起咧，嗬，機票出邊好似你安啲啦，80幾90歲嘅啫。我講起我講馬嘅時候啦，一知咗。冇聯絡幾十年咗咗，一再講伊講機票出事，有人落南洋，
落番去到南洋做工了，唔捌點嚟過嘅，伊知有安尼人咋，後咧伊講我媽甲我講咧嗬，傳落嚟囡仔去，後咧我甲我講就奇怪，就講DC有落嚟囡仔，我其實就講我爸一人是啲就學出事呢咩？後咧伊就講有落嚟囡仔啦，輕就是傳落嚟囡仔去嘅，冇可能啦，我冇落網，我知落嚟囡仔。咁我哋記了心裏邊講，有落嚟囡仔咩？你奇怪嘅，後咧伊就講話，你等陣，我知即個口嘅人喺度落位。即個口嘅人咧，嗬，伊就佢再去帶伊過來，另外一頂嘅卡車嗰度打入來啦。迄一間厝嘅主人咧，嗬，是我唔捌拄過嘅。特別我講名過後咧，伊講嗬，哎呀，我知啷是最最啦，你就是嘟嘟孫啊，應該是講嚇是咯，係咯，伊就講起故事，講起就是你講嘅名，走點解咯，嗬？講我講媽嘅故事，即係嚟講嘅嚟媽，成換嘢啦，係咯。shit， 我知我成會嘛嗬，係咯，係咯，有度講以往嘅講馬走嘅點樣是唔嘢傳落嚟大步行走嘅，係咯，我講媽媽是有講過，我講啦，我講嚟 keep 嘅，嗱就บอก我講就講，媽媽有講過落嚟大步行，但係我接落嚟唔捌拄過，我個本唔捌拄過咋，所以我嘅後尾嘅就係講。迄個故事就是因為人講起了，係咯，我個想起阿媽講過跳海啊，講過攀白啊，之類咧，無邏輯唔嘅，suddenly 有邏輯嘅啫。係 missing link 嘅呢，同鄉我接片啊。一啲南洋攀白了，伊個別對嚟啊，你去隔壁你就無你接片啊，你嘅安裝是隨你對定線對唔對？伊別對咯，我那攀白隔別死咗，根本就冇別死啊！你入路往加一步就拖落去嘅就。因為講就係講為馬死了未叫嘅咋，伊走去傳見他跳海嘅。係咯，一個驚死去咯。係啦，過嚟個一個咧嗬，叫到嚟啦，佢叫到嚟我唔知，人安怎handle啦，面你當翕相機你本身唔曉對唔對？我唔知咁古仔人就 handle 啦。伊叫到嚟過後咧，有一個查某囝咧，伊上河人一起，所以我有一個歌咧嗬，是查某囝啦，是住喺香港嘅，特別我唔捌拄過嘅。迄個是我親嘅歌嚟，係咯，我嘅白嚇死去就叫咧本是親嘅，但係我本是唔捌拄過嘅，所以有一個是死去啊，跳海死去啊，有一個是冇辦法了，上河人去，係啦，迄個人咧嗬，所以 migrate 去香港去，所以有一個歌是去香港咧，係啦，出內地打波。你一個歌是，我係一個歌咧嗬是 adopted 嘅。伊是第孝順嘅，伊是第敬孝嘅，特別伊唔是親生嘅。是，但係我是講安怎？咱節目嘅都嗰邊嚇，即係舊潮嘅一個歌咧嗬，即係舊做鬼，橋對嚟字嘅，第二隻舊做鬼，伊是橋對嚟字嘅，特別伊是第敬孝，第有心嘅。伊是到底 after 到啲馬來西亞嘅時間。啊，到啲馬來，伊就是啲馬來西亞點先？我講是馬來西亞人嚟講下冇曬嘅，所以伊是嚇，伊就是本地這邊橋對嚟字嘅，所以伊真係感恩嘅。係咯，伊唔知家己嘅爸媽係做住嘢，我一個唔知。係咯，我講嘅媽故事咧，就是安尼款接落嚟咯，嗬。我咧顧一個故事咧是講，而家是講鬼嘅冇咩關係啦，特別我講埋落去啦嚇。是你咪等人接鬼嘅，搭飛時間講。冇，特別冇講過嘅，冇講過嘅。伊唔是講鬼故事嚟，是我細下嚟點先啦，唔是講細下啦。我差不多有讀過中學畢業過後啦，我出嚟做工嗰陣啦，唔出嚟做工個中學畢業嗰陣先，我媽就常常同我講，伊拔刀嗬，伊嗰時點先，比如因為一直世人不是穿娘娘衫啊，因為伊大啲馬來西亞，伊是對別人揀嘅攞去咗。伊是做娘娘只講。娘娘係學嘅話嘅啫，因為伊家己本身唔是講學嘅壞人嘅啫，特別伊學嘅話比我更國家成百國家搞嘅啫，因為伊就是派名嘛，因為做工嘛，做人嘅查某囝啊，所以伊變做伊接人娘娘一定入邊做查某囝啊，伊學娘娘講嘅學嘅話，伊是邊個學嘅話準嘅啫，都聽唔出伊是中國嚟嘅啫，嚇準嘅，係咧伊個情話，係咧有陣時白生龜，係咧伊是娘娘款嘅啫，伊對到伊古仔嘅 boss 白等嘢啫。伊個拍工嘛，係咯，伊個講嗬，伊情節之人嘅娘娘衫啦，伊未變咧就，伊未換咧就，特別講死點解大人問佢情娘娘衫，佢伊咪去換那咁薄，所以我睇當時我就對聽係講一個物件，你講你總之咧，我死咧過後咧，你買何我情換那衫，我係情鄧人衫，你俾中國衫何我情，你講我係對鄧衫，我講 OK 好，我演你咯，係咪老人家講笑嘛，係咯，接落嚟咧，我看到攞刀。
喂媽半暝3點啦，3、4點樣，4、5點啦，4、5點樣天無光個，特別無講真正暗暝有淡薄白白，係咯，因為厝外口有路燈啦，所以外口是真光嘅。伊紅一半暝3點白起來咗，係咯，一隨啲亮燈亮曬，因為我個厝是講福建話嘅海南話嘅，我唔捌講福州話嘅，所以我媽會曉講福州話，伊福州話真正搞嘅，特別伊唔捌教我講嘅，所以我袂曉聽嘅。伊走去藤衙位看，藤衙往3樓咗，所以冇可能有人企喺藤衙外口，冇可能嘅。所以在藤衙外口，伊個人講福州話咗。係咯，我聽出伊個人講賣得快咗。哦，賣得快。伊個人講賣得快，等一下咗。我阿個猜到意思咧，我唔捌問過伊啦。我問伊有一道，特別伊賣教我講，伊講無啦，你做飯啦。伊講伊無啦，無喺度數。特別我係人，我看到伊半暝3點白起來，咧行去藤衙位去甲人講話咗，講福州話咗，講攞刀咗。咧接落來咧嗬，伊還未歸心情咧嗬，我做飯嗰度。迄個是我去中國過後時啊，我喺中國嘅當時咧嗬，我做飯忙到，迄兩時阿妹，我媽歸心過後，我去中國3個月過嚟啦，我媽歸心過後咧，往家去福州找金邦嘅。所以我喺中國做工嘅當時咧嗬，我忙到有一日，我媽看到我嘅手，伊行去，伊帶我去一個所在，就講我要去找人。我知講伊無甲我講話，規場是規禮拜伊無甲我講話，伊是甲我講我要去找人嘅。我知講伊是甲我白白去找人嘅，我家手牽手白白去行。後來我行到後前，我看到後前嗰是一大片嘅山，隔了本是flat 嚟咗，隔了是真大片嘅 flat 嚟厝嚟咗，規個山隔了是 flat 嚟厝嘅，真大片嚟咗。係咯，我咪去樓梯一樓行咯，我行只久咗，無穿嘅，特別直行，係啦，一個去開門咗，我規禮拜裡面是個人開門嘅咗，開門咧看，伊講唔是，開門了唔是，伊直直講唔是唔對咗，我今日去到有一間厝啊，我就開啊，有一個大埔坐佇內邊嘅咗，迄大埔真老嘅，係咯，冇咩頭毛嘅，伊面啊真係惡嘅，伊坐佇內邊，我媽講是了，對了。係咯，我媽行入去咧嗬，徛喺邊啊位啊，一手叫我走咗。係咯，我就請起嚟喺度。迄陣時我是唔知是住嘅。係咯，我就 describe 下我哥聽啊。係咯，我哥教我講，佢是阿公嚟。係咯，佢後咧嗬，佢我個上去，我房裏邊看到啲所在嗬，是龍尾山規片嘅 flat 嚟。因為我講是帶啲龍尾山位嘅。所以應該就是我講未坐我媽走啦，計無久呢，我媽就紅險歸線啦。因為我歸線唔是真係 peaceful 嘅，真 peacefully 嘅，無病無痛本紅險困了。請起來講，我食飽未啊？一直食飽咧就，伊同我病起來甲我媽講，我食飽未？我媽講有啊嘛，都食了嘛，講食了就好啦。後來伊就顧在困到斷咯，困到啲過後，伊是下晡斷咗，下晡斷困啊。無唔是下晡暗暝斷，伊困了嗬，伊就無請咗就。無人再講伊困咗，伊困咗，只後面只聲看阿媽困安尼久了，伊殺伊啊，叫伊啊，伊無請了。所以伊是只 peaceful 無去嘅。所以這是我講我媽嘅故事咯。所以我感覺我媽是真正，伊是真正真 strong 嘅一人。我想講，伊囝無去，甲伊查某囝可能上走去香港啊，伊捌喺我面前講過嘅。我只講即係老人啊，尤其是 immigrant 啊，我搬到啲中國嚟住，來時樣少嘅只係，佢樣是無甲人講嘅，愛講嗎？會告訴。對啊。係咯，我看伊舊時舊嘅點時，我看到伊舊嘅所在，哇，真正響！而且我去到迄個金邦嘅時候，我未講我未講是生會嘅，伊講你目睭咧，我佢講了生會嘅，伊佢講我嚟講死先啦。所以我講起我嘅厝嘅故事咯，講嚟講學，你媽是我生人嚟，你媽是生另外一個生，我知我媽生咩？係咯，我講我媽嘅名，你講我知，都是嚟金邦，所以伊生會嘅金邦，佢個生老嘅金邦啊。當劍啦，花車咧，不用花車咁正嘅搞咗，佢一山落嚟咗，喺有起有落，我哋成日一股則舊嘅諗法唔可以跟過嚟。哇，驚甲伊是一個山加另外一個山，係啦，佢有產，係啦，佢有膠，係啦，佢有股嗰啲財產嘅就當劍佢有咗，你唔係將股則落響咯，因舊嘅諗法落大樹咗。係啦，我媽講過一舊嘅諗法，有陣時係迄個大紅花膠嘅，跟過嚟嘅。你叫咩啊？一出嘅點勢是正。你叫咩？大紅花橋咯，一出嘅點勢是其實是正風光嘅，actually。
哦，伊是跟住我成 OK，即是你媽是個一家接佢嘅有影 family 啊。對，因為我講嘅 family 是讀過冊嘅，攤女嘅。哦。係啦，我媽是真正巧真無女嘅，所以伊是嫁互我講比我媽大18歲，我嘅媽18歲時嫁互我講36歲。哦。哇，超妙！36歲一個無婆啊嘛，36歲我講嘅媽唔係見佢面嘅啫。伊36歲咧，佢娶無婆咗，所以人就安排一個查某囡仔嫁互伊咗。咁我媽就是你查某囡仔咯，嫁咧啊，舊年迄隻名甲看到一邊嚟咯。哦，好啦，頂到人啦。我會記我媽講嘅，我未記得知喎。誒，你好就你是隨着你可能你這呢頂到嘅故事㗎啦。because 啊，有個人咪講啊，一時點冇講啊，就是你故事本冇去啊，出嚟故事啊。你唔是講？人哋一個先樣嘅小英啊，我跳掉嘅啦嘛，伊古仔後壁想真正這張，佢為頭一刀來點先 passport 梗係有啲啦就。哦，哇！你好啊，你少掉歷史。你 video 你被拍下照嘅你 passport 啊，隔了伊小英啊，隔了伊 certificate 啊，隔了你阿摩字啊 ，British 點先，隔了有啲嘅啦。哦，是哦，我係只派除掉，你แล้ว我覺得正一個坎坷啦。除掉那可能歷史嚇，我講話是特別每位包每位買啲故事啊，因為是冇乜知，淨係冇我冇講冇嘛，是唔知嘅。唔知有你唔知，你講有你是我人家己講，唔知是伊人唔知，還是伊人咪講，還是講我唔捌看過，我係講嘅，你知哦，我係爸，我小英本唔捌看過。哦，你唔捌看過你講啊？你只是嚟講我講。無小英了，我爸見爸女70幾歲啊咯，我爸12歲，伊就過身了嘛。嚇。了無咯，就是無小英咯。我媽，伊講伊嫁入來本唔捌看過，我係講嘅唔捌看過，因為嫁入來時我講就40幾年啊嘛。伊講小英本無嘅喎，特別再講伊是甲阿毛人拍。Hello，吉波子。你聽到啊？吉波子。你聽到南西嘅聲啦嘛？聽到。OK，你等陣南西講嘅時候，教你講啊。會使。了唔知伊是是唔是中國來，我唔知，我爸母無講。了伊是第幾代，特別我阿家伊應該是本是啲本領出世嘅啦，因為有我祖嘅幫喎本領，你就講我係講嘅爸媽嗰種。講樣嘅幫嗬，樣嘅幫本是啲本領嘅喎。哦，等，啷在啷嘅講幹媽名咪名？我點解知我未攞，但我未記，特別我係外講我知，因為我係來講有影是食炸絲啊，我唔知咯。有個我爸個頭冇斜正，了咯。哦。我爸我直個頭冇斜數，唔知咯。了我講我知啦，我講我知。哦，你攞白人咧，攞白人仔攞嚟講嚟媽咪咪哦。知，了知。哦，知，有啲人唔知的，我當時我看一個唔知是article是啥物，每人講你講媽咪咪，哎呦唔知喎，特別叫阿公啊，唔知咪咪。我係公媽，我就知影，但我阿祖就唔知影。阿祖。我點解我會記我係講嘅，我嚟講咩名？我爸女上濟年啊，我未記起啊，我也未記，我細漢我知。誒，我真是冇咩知，等我想講我係媽咪咪，我係媽，哎呦，我係媽咪，我係媽係真，誒是真咯，你。對面落點咧，就一目睭啊，第一隻喙啊，面條啊，誒字啊，真嚇，真啊是真啊，對面落點咧，伊第當一目睭咧，第一隻喙啊，隻日 OK， 一隻落點真啊，真，真是呢，真何真啊？曾志偉嘅曾啊，曾志偉曾，唔是曾志偉，伊講嘅是應該是曾義玲嘅曾，唔是曾義玲嘅曾，伊唔是迄個邊啊，伊是頂面嘅底，伊字是頂面嘅底，一個日應該是曾，真嚇對，喂媽真啊咩啊？哦，曾志偉真剛剛，真啊咩花啊咩？真水花啊！我未記我當時我被吹棒嘅時候，應該係知名上面。
了我係講，我係講咩咪我唔知喎，我特別得寫起來啊！我係嚟講，我係外講我就知啦，我係外講是教我只識嘅嘛，一個只出名嘛，咩羅本波就大家知咩羅本波，劉文波，呢咩叫？了我係外媽名做唔知咩真呢啊？我係外媽嘅是真，shit。是我未記啊！哎呀，知道我對，我未記誒，我特別記阿媽啫嘛。我係媽，我有時會記，我當佢未記啊！你問潮啊，即係南西呢個叫未記。我教你上門，我是未記啊，我講。當佢講起嚟，我對佢我特別記寫起來啊。我想講，我係左甲前喎，actually，我唔是教我係講教我係媽前喎，我係左應該教我唔大，因為我係講師性嘛，我係講講。哦。然後我係左，我係左了嘛，我係掛講掛媽師性，然後我係左啦，我能講嘛，所以我教我係左甲前啦。哦。幾年啦，因為我哋喺日本了，有一下來，所講我規日我伊愛食蝦米啦，伊愛做蝦米，甲了我鬥下手伊，所以我甲伊甲親咯。我係掛講是過油紙巴。哦。所以頂擺細漢我規日去油紙巴，去伊厝油紙巴小誒，有影伊厝有影是阿公誒厝，就是頭前一條江，了會使了有銅煞裂誒。哦。了阿妹是有飼羊。到底到位？巴海啊？啲巴里本達。哦。個N，伊是巴里本達加個 N 檔，個 N 呢邊㗎，同時都是個 N 啦。然後伊有飼隻狗，狗是拉布拉多嚟，狗吼就出邊嘅，狗啊6點下晡過6點吼，會曉去趕下啲羊對。哦。然後出邊嘅。了無厝無電視機嗰度，我特登去邊架大嘛，阿妹，我過大喺邊架。了我無讀冊，我過去啊，無電視機咯，有影時間了8點困咗，就我會困咗。聽 radio 了。趣味。就講嘅了，下晡就去獵湖，去阿妹看老狗。有個老狗。阿妹有老狗了，有阿達子，阿達，迄個阿達章啊。哦，講你去嘢咧，播咧藤人嘅阿達子啊。了食阿達章，伊有阿達子嘅嘛，會使釣來食嘅，老狗佢只釣來食。上有上個人阿達子，我講阿達子是你潮靈，你冇，你唔是阿達子，你是叫潮靈子，sorry，我嘅失敗。阿 John 你本來啊，是唔是？阿本來啊，阿達子是隻紅豆生嘅時係嚇。叫兒子來切動物，然後動物佢想有羊嗰啲嘛，然後我迄個白色嘅羊嚟食。了一定買一大櫃，你有講過嘛？一定買一大，迄間有一間是番仔厝的啊，4支卡的啊。鋪卡樓。鋪卡樓啊，我嘛是講有看到囡仔的嘛是迄邊個。我就細漢看囡仔嘛是伊間厝看到啦。了所以搬去另外一間較無爾嘛，會買間仔子咯。無啊，我講早細漢本走啊了，因為我講是我媽。即個媽是第二個媽生伊來嘅，我係大媽走去啊嘛。哦。了所尾較認啊，真濟年啊，10幾歲才來認講即個是我嘅媽，迄個毋是我嘅媽。哦。了較知講原來是頂擺我係親生媽走去了，了還有兩個阿姨，大兩個姨走了，大漢了較知原來還有兩個阿姨喎。你有叫吹掉？有伊小妹有找，你就講小妹有聯絡對，特別我若毋知是蝦米，我媽就咪講嘛。伊講去找一間阿媽爾，了去到迄邊架了坐落來，了過來叫伊做阿媽，了我人就不樂意啊嘛。迄間阿媽毋是阿妹妹，我一步來叫伊間阿媽，了即間阿媽是蝦米阿媽？了小妹。那了嘛無講姐姐啊，所以對厝咧甲講，伊10幾歲啊，細漢時伊就帶兩個查甫囝走去了。哦。了我嘛無帶嘛走，無帶小弟甲了走，所以10幾歲甲來認咯，甲來知哦，我親生媽是即間。啊。趣味啊！你看你告訴。認到對哦，你看咯。
然後小妹一晚走去看啦，伊小妹第一晚幾時呢？我20幾歲伊甲幾時？咁啦幾時呢？我早我講啦幾時呢？伊是小妹看幾時？我想我細細漢就無咯，我4、5歲時，我其實攏知我講是日本拍戰嘅時已經死啊嘛，伊是未杜拜了。我即時我聽我個人會記講我媽講嘅故事啦，即個是聽好呐。แล้ว伊講我講是未杜吧，แล้ว唔知到對條來嘅事，我唔知死到大陸本啊，我特別去問看，因特別我想我細漢時聽嘅故事啊，我頭腦是上加講是特啲我 Fetish Park 入邊特別唔知有樣啦，แล้ว伊未杜吧，แล้ว因日本兵來啊嘅時候，伊會殺掉伊嘅大隊來咯。แล้วพอ特別學日本兵拍死去到啲迄個，根本佢除掉伊嘅身軀。then 我嘅媽，即係你是我講鬼仙鬼啊，就早就鬼仙咧。我講你話8-3歲呢，แล้ว是鬼了我所以就無人知你講咯，冇明白咯。我媽來媽就是我5歲時死。了隔一年，即是6歲時，我係外媽死。然後我嚟講呢度教我較識咯。我嚟講到我差唔多16歲時啊，15歲時16歲時嘅過身。我講根本夠唔知90歲啊，89歲還是90歲我講。我講就好了，我講伊只夠做茶工嘅咋，然後伊個會曉做小嘅，頂到時。แล้วอี做茶工咧，所以伊到底但就冇啱邊嚇，伊是專門是去教人即個伊是做小，伊工是做小，到店位做小，特別伊個曉做茶工咧，因為你獵虎嘅人嚇，有叫伊去叫我講去教人修理嘅波要準啊，讓獵虎對嚟嘅時候要準啊，是唔好時嘅波然後咯。แล้ว所以เขา做茶工咯，即係細漢嘅時候，我等啊小學嘅時候特別做啲 cake 物件嘅時候，我叫我講我做。我係叫小學嘅時，伊要叫咧做一啲幫人 cake 物件咯，我係叫，我做。我會記啊，嚇，我做啊嘛造型啊，做下咩造型啊？做啊造型啊，我因為伊嘅 measurement 無咩啊。冇咁咯，是啦。แล้ว我講就講做了咯，所以我春我講到底我16歲時，伊過身了我都無講嘛咯，還是去。我當然講過講嘛啊，講過講嘛我當見。我個兩位阿媽。兩位阿媽。即個福建。我係外公嗰啲。特別我個阿媽咧，伊唔是歸先啦，伊是 because 我馬細漢時甲我個公 separated 呀。哦。都到當伊知我人看過我人個阿媽安怎？特別我人帶伊名啦，because 我嘛有甲我講伊名，伊對一個 Australian 去教人去 Australia 大了。because 我嘛冇6、7歲漢那得伊甲對人走啊嘛，對別人走啊嘛。是。所以我是有外公嘅咯。OK， 有外公咧。都來講，個地來講，等於大雙班甲我爸母大。我來媽冇路 last 2 year 歸身呀。是。嗰時阿面怪幾歲你20幾歲啦，就是。當今話咩？當今你23歲 ，OK。嗱，你我是16歲15歲，16歲哦，未必個時候嚟到未結幾年啦。16歲時到我係第後尾一嚟講到歸身嘅咯。但冇咩知。你有 miss 到人嘅阿公阿媽無啊？ I mean， 頂到是有啊 ，because 我係講甲我怪識嘛，我就講我特特咩 every single night 無 miss 我特別去買麵互伊食嘛。我 miss 我係做，我到近日本我係做。因為伊有影是一間 icon 嚟，老實講，查某做啦。伊是 Dynasty Chang 嘅人嚟，因為
伊20幾年前啊，伊是90幾歲啊嘛。So 伊是 from Dynasty Chang， 伊講伊是清朝人啊。伊個哥吼，伊有兄弟喺度，特別兄弟吼，咁了互日本人殺死個了咗。哦。佢哋 Second War 嘅時，殺死個了。伊講安怎死法咧，就是釘伊人啲，佢哋。釘伊人啲班位，有人嘅手吼，用鐵釘人死，拍一頭死。所以伊剩伊一個查某囝咯。哦。安尼講咯。你看你故事是你媽甲你講嘅嚇？我早。你早甲你講嘅啦，即你。我早甲講，我早是有影，因為伊90幾歲嘛，伊90幾年是92、3年，無啊80幾年啊。86、7年嘅時，伊90幾歲喎，迄時80幾年90幾歲，了嘛是，嗰時就對葉輝寫嘛是，但係是請嘅人咯。嗰時入面。我阿祖嘛同款，我阿祖白開嘛。白開。白開，然後那點解雖然見到咁時候，那錢拖，出嚟錢拖嘛，所以就不是錢拖不正確嘅。我阿祖考咗錢拖。我方面知真啊，濟日本人拍錢嘅物件了咯，伊甲我講真濟。讓迄時間人有影是大隻食糜，食鹹糜爾，所以食長命嗰種。讓無想我馬路哦，就是食披薩，要麼在食 KFC，然後食 spaghetti 哦，你話，讓無伊。我講我是食白糜兼阿女，是有當時伊有豆珠甲糜嘅咯。豆腐。豆豉糊。豆豉糊啊！你看你啊，了腐魚嗰啲迄個豆腐，迄個豆腐。豆珠。腐魚咋？腐魚咪豆珠豆珠。葫蘆啊，唔是人講，係咪叫咪葫蘆啊？國標哦。係咪人知啦？龍知啊？你應該講啊龍。咪是豆珠啊！腐魚咪是豆珠。腐魚叫咩啊龍？腐魚咪是豆珠唔是啊？腐魚咪是豆珠。豆珠啦。豆珠啦。豆珠咩？定是有啊？豆腐魚嘛。腐魚是講一塊一塊啊。定是係咪蘑菇有講到，咁唔是豆珠嘅，伊講。啊？豆膜啊，豆膜。腐魚啊嗱係咪豆嘅講條咁。I'm not sure who's it is. 腐魚。住講未？豆嘅講未？豆嘅講未？腐魚。腐魚啊！特別腐魚咪是個豆珠。腐魚咧，我哋字就是豆珠啊，就腐魚咧，腐是豆腐嘅腐啊嘛。我是豆咯，係咯，魚咪是豬咯。豬就是魚啊。豆珠。而家隻唔是一個話題豬格啊。我見廟。你有豆珠？係咪先啊？就想masak，叮當叮。OK，他們少打，差唔多少打。特別我被叫佢哋吉布茲講話伊講嘅嘛。我講我係講嘅嘛。我迄日我 last round 我講過我講嘅嘛，我講波棒嘛，波棒講係食咩物件嘛？對，會記。So there'll be a few more stories about that 啦，but then 我講啦，伊是中國過來嘅，so 伊是聽下講啦，因為我是潮州人嘛，我是潮州人，所以我人喺上海塔，伊度走伊迄時銀行鋪度人所講共產黨啦。係咪？所以我聽講我係做，係咯。你冇咪 connection 冇咪好笑，你到底得咯？你第個邊呀？我多做。你 connection 冇咪好笑呢 ？OK。當你聽到？你用你 phone 呀 ？OK，so 我。但不 Skype 嘅聲都冇咪聽明。So OK， 一個到底嚟講表嚟，咁配啲哦。So
伊是地主来，伊那个叫做伊通常爬入嚟嘅時，所規家口就係咪咯？就走咯。所以伊時為做工了，為有三嚟做媽嘛，所以三嚟波嘛，所以伊為做工嘅兩嚟波就學工廠大業標，แล้ว唔知做啦，迄邊嘅係啦。แล้วว่า grandfather 因為伊住上海，所以伊就自轉走落嚟啊咯，佢走嚟到這邊家庭咯，一齊慢慢走，佢哋 Malaysia 嚟走咯，伊ตัวเก็บอากาศแฉบุญแล้วลงไปปิดแดงแล้วลงที่กัวลัมโปร์咯。กาไม่มีแก่ที่กัวลัมโปร์นั่นวันเนาะอีกุจ้ากา應該是個 Chinese 咯，แล้วอีเขาไป做後雕咯。哦。所以ตัว吉他字嘟迄邊是做後雕嘅咯。哦。OK。所以แล้ว到尾伊到尾過咗一年過後，伊 mother 就是為第三嚟做媽，就可以帶回來這邊咯。แล้ว聽講咧，為佢嚟做媽哦，伊貨一年啦邊啦，伊根本唔敢講話，แล้ว伊唔敢一個人坐到到旁邊。怎麼說？伊講應該是學佢哋communist 學讀咯。哦，嗰個就破單啊！ห้าพอตาหน่อยเนาะแล้วไว้ม้าล่ะ聽講啦，因為能講出來，喂，但呢嘅就係話了啦。喂媽咧，古早是那個做也是耶 ，connection 冇咪好，你 connection 冇咪好事喎，你 WiFi 冇咪好事啊？做。你 Skype 我哋聽淡薄冇淡薄啦，哼，一啲，成個鬼呢？冇咪聽到，啲對。Hello。啲對。冇咪聽到啊？我哋開嚟晒哦，啲對啦。啊，你講下。OK。I think 是你 connection 啊，你 WiFi connection。WiFi 冇好事啦，啱唔啱？你玩你 WiFi 誒，即係合你問啲嗰啲較好嘅，其實玩你 WiFi 誒合。我當然 directly underneath my router。好，可以 try 看。咁變到我用 phone connection 咯。啲淡薄冇咩好事 connection。其實你去悄悄一下看到對嚟講過，誒。了我會做吼。你講你做就我去幫助。幫助對，我會做吼，意思吼，伊本會等我嘅，你知哦。我意思伊唔是甲我大啲隻啊嘛，所以 before 伊意思咯，早起伊就有事了，我就接到電話叫我對伊啊嘛，所以7點幾下晡對伊哦，伊就。但咯，伊actually伊愛斷去啊，伊愛走啊喂。伊等到我對伊，我看伊一百爾，伊看到我過了，了差唔多10個分鐘可，伊就走了。你無人講話，我一人講話爾。因為伊愛等到上一點不是邊咯。咩？等到上一邊咯。等我一邊咯。而家對，看掉意思啊！我甲伊換衫，我甲伊裝水做甲了，我做。無人敢動伊。做咩大？死人嘛！我敢哦，我唔知做咩，我就是敢，我唔知，我唔知吧？你叫我做到對，我唔知敢唔敢啦。頂擺有影，我16歲爾迄時。我16歲爾，我甲伊換衫，甲伊切身軀甲了，陽光伊去學校聽班當播茶來。我冇驚哦。因為我誒發這個點聲不是這個人做甲了，然後甲愛啲觀察點啥，該切嘢情況反了咯。
介切了，我介切，因为我介浸水關事啊嘛，頂擺伊，因為我介切身軀介浸水，了伊會腰骨痛，了伊風濕咗了，我介伊做煮藥啦，了介伊切嗰啲姜棒椒，介入伊身軀啦，了我做。Maybe they used to eat out, so they 冇咩驚咯。南西啊，南西你嘅做馬是講廣東話啊？還是講？伊是講成陵，唔是成陵，伊是高州人。高州人話成咗，你而家你講乜咧？高州是，我有聽，特別我冇咩，我有聽。你跟你媽講咩話？啊，你做？講廣府話。嗰種是講廣府話，特別伊嘅廣府話是冇咩像嘅啊。你迄種伊講是你去悉尼啊。哦。我廣府人是講你去邊度嘛？即係是你去悉尼啊。你講高州啦。高州，高州的啊，這是較我更西嘅迄邊啊。我是。哦。高州啦，伊是沙丁啊，迄邊，是唔是客人嚟？有客人本啊，特別迄邊嘅客人，我捌聽伊人講啊，伊人講嘅客話就像個新寧話，你講咩？哦。close 新寧話，本嚟假像新寧話。我這邊有一間 KL 啊，有一間是食高州菜嘅，都就。伊是食高州菜。我唔知本來這邊本有高州嘅人啊。我是 quarter of it 啦，高州人。哇！高州，我知。等我講下一間對嚟會Skype 會會冇對嚟個，所以 OK 可以試打。嘅咩嘅報紙冇 join Google Plus 咩？追嘅報紙冇 join Google Plus 唔知。啲 Skype 啊。OK， 然後當然少大聲啊！我會教人講1月3號嚟檳城北啊，了解你看當今嘅 website 已經是紅當當咧嚇，話做你成個吊紅菜。吊紅菜啊！嚇 ？John 係你 poster 自己做啊 ，John？ 嚇對，自己做啊？嚇，你俾佢做啊？感謝，做咩時間咧？拿梅話 post 嘅去做啊！攞晒我感謝，因為特別咯，我自己特別咯嘅 poster。到底是自己做啦，你做咩工嘅？唔知自己做就差咩咯？做 web design 嗰時，我唔是做 web design，特別我是 graphic design，差不多一模一樣嘅。做咩奇怪咯？我是講聽，OK，我咪講你這個，當我是嗰時去教嗰邊是1月3號，我講你講 poster inspiration 係咪啊？有 inspirasi， 我講你講，because 你做下時候，我幾難裡面嘅，我教時時我講 explain 俾人聽。阿龍你咪 mute 掉，但係你講下。本嚟嘅嚇，KL 嘅問未記無來本啊。講好1點半鐘嘅 The Cube Starbucks。對。入先好。nam sai. Jalan ke asi berjalan ke。我就講咧，食 lunch 去，無食 lunch 呢邊又食個皮包，無茶，問叫我去拍包咪我忘記啊。Starbucks 嘅落地哦。我唔講啊。食落地，食 donuts。食落地多。就27號啊，27號。來本夾牌嘅，講真嘅近下劇，近啲劇。咗27號都企咩咗？來本夾牌啊！這啦，等陣有個一人 call 啊，是你是豬？應該是菜大媽，應該是啊。菜大媽 call 啊？我唔講啊。豬名 Patricia。這是 Patricia。Hello。你講下乜話？來本夾牌嘅。你是就我睇到一個。你是Patricia，你是 Yes, this is me. 你是
Patricia，我知你是一嘴，你安怎讲冇話？Patricia。Hi. Do you speak Hokkien? Yes. Okay, 你是講Hokkien話 please. Hello. 嚇，你是裝啊？你捌來過聽到 ？Yeah, what? Sorry, what 大啲 Colorado? 嚇，你是頭一擺來哦 ？Yes. 哦，歡迎。What's that? What does that mean? 歡迎是 welcome. Oh. 下面嘅波是唔是大兵是唔是？唔是大兵嘅波啦，大兵好似 Colorado 嘛？你是邊個人啊？嚇啲，波是對 Denver，是Colorado 還是 ？Colorado 嘅大兵嘅波是越南查某啊嘛，無係就是。What Northern Colorado？哦，Northern Colorado。你，等陣我問你啫，你是幾時聽起嘅邊個嘅？Actually， 真正久了 ，like quite over a year。哦 ，OK， 真厲害嘅。Yeah, but then我always 冇 time, you know。Then today 我 really tried. 我 try 咧 Google Hangout 俾。哦，俾接。Yeah。OK， 但係我未你華名咪就咩？你就特別幫叫隻華名嘛？你名就咩？What up to you 啦？你做啦，你。喲，你呀！你學阿仔學都華名是有掉咗嘅人一間。你就話華名就係咩嘛？你阿菜。冇啦，得啦錯咩？你成日特別細漢，你是特別撚出事哦。我到檳城出事 yes。你到檳城出事，你。แล้วตัวที่ KL but then ขณะตัว Colorado 啦。你到ที่你到ที่檳城嘅時，你幾歲啊？跟去 KL 幾歲跟去？真正細漢 I think like 12歲。哦，12歲。แล้ว你到ที่我等嘅時，他沒有等，領導是有。我讀English school 啦。他沒有等，但檳城嘅呀。我被 KL no I studied in KL。哦 ，OK， 那時候咧，到你像等嘅人有叫你咪nickname 啊？冇啦，我叫我 giraffe。等驚咯，等阿媽官。叫 because 我你滾咧。哦 ，OK， low 卡波。我 5'7". 叫你5 feet 7是滾啦，low 卡波。What's that？ low 卡波。low carb。你在 low 卡，人講滾嘅人咪叫 low 卡咯。哦，我未曉。嚇 ，OK 啦，我都試你咩？low 卡。That's why I 聽 because what I make my Hokkien better because 我韓國講 you know。But it's fun 我而家聽亂講嘅啲好。你聽係明白啊 ？Yes， but not everything 啊。你我未曉我唔會錄啊。嚇 ，OK， 會使啊。Yeah， 你來一年 confirm 你講你福建話，上加英國中安尼好聊啊，唔使罵人啊。是咯，英國中就是本是一定學進來嘛。英國中我 angry 時我罵人我 with a smiling face 啊。嚇，你罵啊？笑了都罵伊啊。你罵啊罵超級快。冇啦，我講罵上加。我冇講福建嚟，即係我講雲南波多，波多El Bodo， yang mana? Kong chiu kong li bodo mana? Actually, what's cái theo long kong what long kong have me today? 我特媽講掉阿公阿媽會講了了。哦。阿公阿媽，แล้ว另外一個 topic 是古嘢啊，可能會落嘅事。what would you story？ 好，你留掉。OK。OK， 老卡波 ，OK 啊，感謝人先招嚟卡佢剛係往吐嘅老卡波咯。แล้วก็我頭咪 accept 伊嘅仔哦，我頭咪 accept 伊，我看到伊名because 伊無有你較濟 accept request 嘅人較濟是鄧人名嘛，然後佢真唔是鄧人名喎，我可能唔知是唔是是你來，你所以我特地講福建話。我無鄧人名 because 我嘅爹是紅毛。哦，佢爹是紅毛。แล้วว่าโบตังลังแมวแล้วล่ะสิว่าเตียตังลังบารูอูแล้วอ๋อแล้ว你嘛是ตังลังว่ามาสินอนเนี่ยอ๋อแล้วว่า你咪是一般阿嬷咯
Yeah，我甲你講，一個做我嘅 mother 是 Chinese，我嘅 father 是 Czechoslovakian，so 我咪 Chinese Checker。Chinese Checker，你性格是你 nickname 咯。會使本啦。你 nickname 叫咩老卡波 nickname Chinese Checker 是叫咩？我都唔要叫。我白機，叫我白機。Chinese Checker 咩 ？Chinese Checker 叫咩啊？你 checker 使咱鐵佗你 checker 上等人，你 marble 佢我唔要講啊。Chinese checker 是叫做我知。叫咩？我白機啊，我白機啊，叫咩啊？我妹阿龍係知啊。等陣。叫我咪咪啊。嗱，你當今啦有一個半阿嬷咯。一半阿嬷啦 ，that's why。你一半阿嬷，嚇 Katy 本是阿嬷嗎？不是阿嬷本是阿嬷嗎？阿嬷本是阿嬷。no boy amo isi mi mua amo à mua two half no boy 做一份啊muaกิน啊是啊你一份啊阿咪話俾佢講唔知啊意思100%阿嬷啦你知你阿嬷伊阿嬷咪是阿嬷咯阿嬷嘅名是叫做阿嬷嘛有得接嘛？哦，出邊，แล้ว，OK，你到底幾歲時過嚟 Colorado？ 我來這邊baru 2年啦。哦，跟我像1994啊，來，還是1995？我95來。哦，tapi我 at first 我去 Texas 嘅，แล้ว我冇suka啊，แล้ว我啷搬來這邊咯。哦，แล้ว你嚟美國幾年啊？20年咯。20年 ，OK。我 Texas 一期整了出邊，你有常談對邊個？我搬咪 suka 對 Malaysia。做咩做？我冇 suka 啦。Too long a story。我唔知喎。tapi 我 suka Penang， 我 suka all the Penang Hokkien， you know。Mikia lah, you know, like that. So I always try to keep up 聽你嘅 show podcast. 我 subscribe to iTunes， 對我啲做工時我聽人講啊，嗰啲好真好聽啦，好出名啊。我諗本來學緊背咯啦，做工時背咯。Yeah, so 你會使 like help 我 improve 咯 ，because 我一個 friend 學緊人呢，and 我看你有 Ian Ang， Ian 喺度 Colorado Springs 啫。2 hours away from me 啊！你咪就係咪做tapping咯？哦，是 tapping 啊！你把嘢咧？我kacau ye nan， 我later 我 telefon 你 kacau。哦，你把嘢呀？我把嘢。哦，呢就是 tapping。把嘢把 tapping 了。呢就是 tapping 啦。呢邊真係即Penang Hokkien 人有 quite a few 啊。哦呀。But 你 timing 啊 because 你假期你看你攞撚kalau busy 啊 morning 假期啊韓國啊 because 我嘅 time 是卡下啊咧馬來西亞人阿妹啊 yeah of course 啦 of course 哦你好超會先感謝你啊老卡波阿莫啊我白機唔知叫咩你等住佢我白機啊飛機啊你是叫做飛機啦，你是 Go 啊，係日本啊嘅，你是想嗎 ？Chinese checkers 嘅飛機。飛係咪咋？咩飛啊 ？Yellow 啊？飛啊，就是飛咯嘅飛。哦，飛機，哦，飛條你看啊，買嚟錄卡波嘅好聽啊！我白機唔使，我未曉嘅機好來。OK， 感謝我特別嘅邊呢，就是呢個禮拜就是同我講無聊走去了嘅報紙，了加同我話你家來學白機老卡波學白機，個有同我走去了老椒阿獨啦，了個有豆嘅。拜拜。แล้วก็阿嬷感謝阿嬷感謝拜拜แล้วก็有一個走去了後調啦แล้วก็นำ晒感謝นำ晒幾來啊嚇咪係幾來啊我講往聽來本是冇行本嘅往正格是跟啊本來有行呢對啊好多咯
你在这个不多鸟咯。誒，睇電話嘛，睇電話應該是只大利物啊嘛。Unless做多面又可能咯。利物嚇？係咪嘅？多面可能咯，利物咯。係啦。係啦，即係咁咯。好我數咯，好我數。未看到，未看到。這個咯。未看到啊。真咯。哦，係，我哋。嗱，誒，你特別嘅人家有呢啊，有當收翻有兩人有呢。誒，this year 有冇？this year 冇啊，自己執生。哎呀，這個也冇乜貴啦，這個 OK 嘛，這個特別喎。是啊，冇點聲，你想我應做字啊。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啦，禮拜個再到對嚟聽下，但是你人是點樣聽到已經是貴啊嚇。已經是差唔多比較我已經是到啲別人嘅咯。你若是講你對啊，我已經即 episode 出嚟時，我到啲別人嘅，所以你講會使過去別人福建.com 嘅網頁會看我嘅本地嘅電話還是對外招較較英國我記得路嘅時上我特麼甲右邊特麼來隻嘛，右邊講你往尾去食鋪咯，是到你去食嘅時候，我就 tweet 啊，攞嚟使對話。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拜拜。